塞，这是真的，老妈这个，这哪里看得出来哦？老妈，你戴的这个项链呢，真的很好看的，这哪里看得出来像不是金子哦？而且它还有2种戴法呢，可以把这个拿到后面去呢，就这样一个葫芦的一个吊坠，福禄就是福禄的意思，寓意特别好的，而且上面还有3个福字，很好看。上这金价这么高，就说这给4块钱买上个，就这戴看大皮看不起了。也挺好看的。是啊，也划算哦。也划算了也。而且它这个可以带着洗澡不掉色的，质感也特别好嘞。是吧？你看你戴的这个项链哈，跟这个专柜的黄金，哎呦，这哪里看得出来哦？老妈，你看这条项链还真的百搭呀哈！你看搭你这个粉色的开衫，搭这种 V 领都可以搭嘞，百搭的很，好看的嘞。你看这个葫芦，你看这个小葫芦多精致啊！这哪里看得出来不是黄金的？你看这个就是这个还有也不一样，这有这么个丢。哎，可以2戴的，你可以把它拿到后面去。这个不上拿了，不上有句话呢，搁在后面。谁想这么戴就这么戴，想拿就拿过来去。